好多人崇尚活得自由，流行曲都成日歌頌自由。譚國成 Alan 曾經以為自己活得自由自在，實質係隨波逐流，日子過得渾渾噩噩，內心覺得非常空虛。後來佢喺 party 上中意咗一個女仔，神藉住婚姻幫佢重建信仰，但係無論佢想點親近神，都總覺得有阻隔。牧師為佢做悔罪祈禱嘅時候，佢不斷嘔。原來好多世俗覺得無傷大雅嘅嘢，喺神眼中都係罪。佢禱告被神釋放後，連好心嘅煙癮都戒埋。2010年安省推出激進嘅性教育課程，推使 Alan 晉身議會為民發聲，後來成為教委主席。即使違反世俗嘅期望，佢仍要堅守基督徒嘅身份。佢退任後創辦香港人商會，幫助新移民落地生根，繼續喺世界嘅中心為主發光。如果想知更多精彩內容，請掃碼瀏覽天使心月刊網站啦。